而家我想讀一段經文，係分配俾我嘅。我真係好驚訝，因為我心諗，我點樣處理到咁宏大嘅題目呢？呢個題目包含喺希伯來書12章25至29節呢幾句經文裏面，你哋要小心，唔好拒絕嗰個講嘢嘅，因為連嗰啲拒絕喺地上警告佢哋嘅人都逃唔脫罪責，何況我哋如果拒絕嗰個從天上警告我哋嘅呢？當時佢把聲震動咗個地，而家佢應承話，再一次我唔單止要震動個地，仲要震動個天。呢句再一次嘅意思係指所有被震動嘅嘢，即係受造嘅萬物都要被囊走，等啲唔會被震動嘅可以長存。所以我哋既然得到咗唔會被震動嘅國度，就應該感恩，跟住神所中意嘅方式，用虔誠同敬畏嘅心去侍奉神，因為我哋嘅神係烈火。跟住我哋要簡單咁睇翻呢段經文嘅出處，就係哈該書第2章6節同7節開頭，萬軍之耶和華咁樣講，唔使幾耐，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、滄海同旱地。佢仲補充咗希伯來書冇講明嘅一句話，我必震動萬國。呢個係一個極之龐大嘅題目，好值得深思。我哋嘅想象力幾乎難以理解。當神嘅能力令到天地、滄海、旱地同萬國都震動嗰陣，將會係幾咁可怕嘅景象。喺開始講正題之前，我想先問你一個根據聖經嘅問題，你信唔信神嘅審判？而家好多地方都好少人講神嘅審判。其實我覺得好多基督徒甚至對將神形容成審判者呢件事有啲保留，好似咁樣會得罪人或者嚇親人咁。佢哋會諗，如果我哋講神嘅審判，就冇人肯聽福音啦。不過約翰福音16章8節度，耶穌話佢真理嘅聖靈嚟到，就要令世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，自己責備自己。喺我睇嚟，呢3樣就係所有真實信仰建立嘅3個永恆不變根基：罪、公義、審判。如果我哋問乜嘢係罪，聖經話凡唔義嘅事都係罪，凡係唔屬於公義嘅就係罪。某程度上要定義罪其實唔難。如果有人問乜嘢係盲曲嘅，我只需要指住一直線，然後話任何偏離咗佢嘅，無論多啲定少啲，都係盲曲。同樣地，神已經展示咗一條公義嘅標準，就係耶穌。凡係偏離佢嘅，無論多定少，都係罪。而我哋點樣生活，係跟罪定係跟義，就會決定我哋面對神審判嘅結果。我哋喺度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走唔甩嘅約會，就係神嘅審判，冇人逃得過。呢個審判有2種，一種係定罪嘅審判，另一種係俾嗰啲接受耶穌同為佢而活嘅人嘅審判，係獎賞嘅評估。但無論點，我哋每一個人都企喺神嘅審判台前面。我覺得如果活得好似呢件事唔會發生咁係準嘅，我覺得如果唔同未信嘅人講神審判係真嘅，就係唔公道。若果我今晚講嘅嘢成功達到目的，我會講到一啲好得人驚、好恐怖嘅事。呢啲事好快就會臨到全世界同全人類。我忍唔住諗，當呢啲事開始發生嗰陣，嗰啲未信嘅人會唔會同我哋講，點解你哋從來冇警告過我哋呢啲事會發生？你要知道，嗰位救主亦都係審判者，佢個名就係耶穌。